騰訊旗下王牌遊戲英雄聯盟喺琴日中國成都舉行2025全球總決賽，呢一個賽事素有電競世界盃之稱。今屆總決賽係英雄聯盟繼2017同埋2020年之後第3次喺中國內地舉辦，最終由南韓 T1 戰隊以3-2擊敗同樣嚟自南韓嘅 KT Rosa 戰隊，成功奪得冠軍啊，並且達成3連冠壯舉。決賽當日最高同時觀看人數超過673萬，顯示出呢項賽事喺全球電子競技市場嘅影響力巨大啊！今年嘅總決賽創下多項歷史紀錄，唔單止英雄聯盟全球總決賽首次由2支南韓隊伍進行決賽，更加係南韓2大電信公司旗下戰隊首次嘅正面交鋒啊！KT Rosa 由南韓 KT 公司贊助，而 T1 就由 SK 電信支持，因此本屆冠軍賽亦都被外界形象地稱為電信大戰啊！作為 T1 嘅核心選手，Faker 再次成為焦點人物，佢被譽為電競傳奇，今次奪冠係佢個人生涯第6座英雄聯盟嘅世界冠軍獎座，成為全球電競史上第1位6冠王啊！佢率領嘅 T1 戰隊喺本屆比賽中展現強大韌性，喺5局3勝嘅決賽入邊完成逆轉，最終奪得冠軍。據報道指，今屆英雄聯盟全球總決賽吸引咗大規模嘅全球觀眾啊！由淘汰賽階段開始，觀看人數就穩步攀升，總決賽嘅同時觀看人數飆升去到673萬，刷新咗歷屆賽事紀錄。89個鐘頭嘅賽事轉播累積咗全球1.335億小時嘅觀看時數，平均每場比賽吸引150萬人觀看。另一方面，今屆賽事嘅總獎金池亦都高達500萬美元，冠軍戰隊 T1 獲得其中嘅100萬美元，成為最大贏家。唔知大家又點睇電競呢個新嘅市場呢？留言話我聽啦，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